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科學家最崇拜嘅係證據，但係大師們就俾咗魏斯博士一個冇辦法逃避嘅神蹟。大師們繼續傳遞信息，佢哋直接點名魏斯博士，講出一段佢極其私密、凱瑟琳絕對冇可能知道嘅家族往事。凱瑟琳緊閉雙眼，用嗰把低沉而堅定嘅聲音平靜咁講：你嘅父親就喺呢度，仲有你嘅仔，佢好年幼。你父親個名叫做阿夫洛姆，你嘅女亦係用佢個名嚟命名。你父親係因為心臟病發過世，而你嘅仔同樣係死於心臟嘅缺陷。佢嘅心臟倒轉咗，肺部嘅血管反轉，佢只係生存咗23日。聽到呢度，魏斯博士成個人呆咗，百感交集，眼淚模糊咗雙眼，不由自主咁流落嚟。魏斯博士嘅第一個仔亞當出生只有23日，就因為極罕見嘅完全性肺靜脈回流異常而不幸夭折。當時醫學嘅術語正正就係心臟同血管嘅位置倒轉。呢件事令魏斯博士夫婦心如刀割。呢個係魏斯博士從來唔會同外人提起，埋藏喺心底嘅一生之痛。而佢嘅父親確實叫阿夫洛姆，同樣死於心臟病。而佢嘅女個名艾米，亦確實係為咗紀念佢父親而命名。喺80年代，冇互聯網，冇社交媒體，凱瑟琳只係一個普通嘅化驗員，根本就冇任何途徑去查到魏斯博士嘅家族族譜，更冇可能知道嗰種罕見心臟病嘅醫學臨床病徵。呢一刻，魏斯博士內心最後嗰道懷疑嘅科學防線都徹底崩塌。呢個唔係幻覺，唔係潛意識偽造嘅劇本。眼前呢位女士確確實實成為咗連接另一個世界嘅媒介。魏斯博士不得不承認一個佢抗拒咗半生嘅真相：輪迴係真實存在。知道咗輪迴，如戲嘅人生就唔再係一場一旦謝幕就無法挽回嘅殘酷劇場。